知的悲壮之举。消磨诸葛助威式的叫了一声，一直叼在嘴上的信掉落在地上，他赶紧又叼起来，不计后果的冲上了水塘。父亲喊道：“回来！”小捉嘎回来！小捉嘎不听父亲，他是走路，尽管手了点，但志气和勇气一点也不小。当他意识到身边的汉扎西和狼崽需要保护，而保护别人从来就是他至高无上的义务的时候，他唯一的想法就是冲过去，所有的狼统统咬死。父亲咪撞我哋啦！朝着天空那座鲸鱼似的水缸砰砰砰砰，又使劲拽了一下依然飘摇在脖子上的黄色金毛，急急巴巴的喊：“猛力大神，快来呀！飞天然敌，快来呀！妙高女尊，快来呀！你们是我的保护神，我平时给你们烧香磕头，就是为了今天的救命啊！救我的命，也救小捉嘎和江前王臣的命，还救这个狼崽的命，听见了没有啊？快来呀！你们要是不来，我凭什么相信你们？还有吉祥天母、护卫金刚、护主菩萨、秘法本尊，快来呀！快来呀！释迦牟尼，快来呀！观世音菩萨，快来呀！三世佛、五方佛、42护法、58隐穴，西结古寺的大神大佛们都来呀！父亲就这样喊着，把他在西结古寺里認識的所有天佛地神都喊了出來。我會嘗試嗰個遊碌喺個坑遊就你這不恭不敬的口氣，還想求人家保護你？因為如果騎上你嗰個，你而家嗰個膊咧，我架車好側噶啦會。而不是用你的嘴，就是牧民的那種，像活活懶的那樣，默默的。